大家弟兄姐妹，你们好，很久没有见面了哈，谢谢你们的邀请让我来大家当中来讲道。在过去一年，2020年，我相信大家心里有很多关心的地方，因为过去一年对我们来讲都是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很有挑战的，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已经失控的这个环境里面今天也是我们小会的会议，我在联考里面写了一个文章，谁掌管明天？在这里，我们看到过去一年实在很多事情发生，啊、我们也知道过去一年有这个新冠这个病毒，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我们现在今年也可以开始打针，这个有这个 vaccine 可以来到我们当中，也是这个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政府要弄到，好像刚刚这个过去这个礼拜才很顺利的要安排这个打这个针的问题。那过去一年里面，在我们教会当中，不单只就是啊、呃有这个病毒，还有我们的牧师离开了，我们都好像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好像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教会，有没有团契没有教会，没有牧师在我们当中。不过，我们每个信徒来讲，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心不是知道明天将会如何，而是知道谁来掌管我们的明天。好像在圣经里面，当耶和华呼召这个阿伯拉罕要把他的儿子奉献给神的时候，神阿伯拉罕要这个把他的儿子奉献给耶和华。信心就是神让我们在不知道明天、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发生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好像《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底，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像这个我们开车的时候，在这个很多烟雾看不到前面到绕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跑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开路。所以我们在长老会，我们看到这个 burning bush 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知道耶和华呼召摩西在这个 burning bush 这个树消而不为的这个情况之下，耶和华跟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我们请我们的主席 Wendy 跟我们念下面的心经。今天的圣经的话，记载在出埃及记3章1到12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下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
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谢谢你哈。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出埃及记这个故事的背景。为什么摩西写这个书的时候没有写这个法老是谁？因为法老只是一个名称，皇帝的埃及的皇帝的名称，没有讲到是哪一个法老。法老在摩西来讲只是一个 title， 一个名称，就是说这个皇帝代表预表，就是好像魔鬼一样来压逼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这个爱子这个社会这个国家400多年，他们在神的面前呼求，他们被这个埃及人法老王来压逼很多很多年，所以有一天摩西在曠野里面放羊，神就向摩西显现，这个火就在荆棘烧起来，可是没有烧毁。摩西不知道这个是跟他说话的是谁，他也不知道我去带领这个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听不听我的话？法老王会不会让他来这样子做？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你去吧，我必与同在。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 promise， 一个应许。在圣经里面，我与你同在。我们看很多很多的圣经的经文都是这样子说。在创世纪第26章，我们念到：你寄居这个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个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将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跟就说，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出埃及记3章12节，神说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耶和华呼唤这个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是要去敬拜他。申命记31章23节，同样的，耶和华嘱咐乱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将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喜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
今天我们同样的去到我们没有去过的地带，神与我们同在。在这个约西书这个作书这个亚书第1章，同样的，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的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神他的应许。士师记，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这个米甸人，与击打异人一样。”这个我们都懂这个故事，这个基甸、米甸列王之相。你若听我一起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遵守我的律例，我的诫命，像我仆人大会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会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们再看这个诗篇，同样诗人这样子说：“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觉的时候来和你同在。”这个是诗人给我们的描述。以赛亚这个先知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通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必消，火焰也不久在你的心上。”耶利米书这个先知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还有我们看到，当时候到的时候，在这个加拉太书，保罗跟我们说，可知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我们看到耶稣的名称叫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在旧约的时候到新约耶稣来的时候，有400年，神没有跟他们说话，没有跟他们启示。那时候到了，好像我们每年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来庆祝耶稣的诞生的时候，时候满足，神就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约翰这样子说，约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我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哪里去。”这个是耶稣给他们信徒的这个应许，他与我们同在。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在耶稣给门徒这个大使命的时候说：“你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还有我们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说，路加这样子说：“我如你们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最后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作者跟我们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在圣经里面，神保证我们，应许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不错，过去1年，今年还有以后，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新冠营的这个病情，这个病要怎么样影响我们世界每一个人？我们不可以不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教会没有
牧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不过我的文章就是这样子说，谁讲管明天？我就发觉这一首诗歌，我知道讲管美，我是谁来讲管明天？我相信我们都念过、唱过这个诗歌。不过这个诗歌这个作者，我要介绍一些，因为为什么他写的这么好的一首的诗歌呢？这个作者就是 Ira Stanfield，他是在过去世纪20世纪的时候，在美国的一个的传道人。他写这个诗歌的时候，也是经过很多生命在他的打击，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能够写出这个美好的诗。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 Stanfield，他的太太是一个很有唱歌的一个的女士。不过他们两个结婚之后，这个太太觉得他的好像不，他的唱歌这个情况好像不跟他的丈夫一样，他没有去奉献这个意愿，所以她就跟丈夫离开她的丈夫，要去娱乐的天地，这个 Hollywood 啦别的地方来唱歌。很可惜，她离开这个丈夫之后，很短的时间，有一次在一个开车的意外，啊、生命就没有了，在这个 car accident 这个意外里面，生命就短了，就过去了。那这个虽然这个传道人已经跟他离婚，还是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过去不久之后，他就到另外一个教堂来做这个传道，在哪里也认识他第二位的太太。这个太太 Gloria 也是一位传道人的女儿，他们两个同心的一起来侍奉神。这个传道人在这个教堂很忠心的来侍奉，不过他们生活一段时间之后，突然之间发现他的脑有一个癌症，有一个 brain tumor，一个脑的癌症，所以医生跟他做动手术。之后他的人好像这个脾性，这个 personality 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不跟以前一样。这个传道人对音乐非常的有这个恩赐，所以他写很多歌，他在人生在低谷的时候，他写了这一首诗歌，谁讲管明天？我知道谁讲管明天。这个作者这个 Stanfield 在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也曾经参加这个 Bill Gaither， 在美国 Bill Gaither 是一个福音的音乐很有名的音乐这个TV program 这个电视的节目，他也参加这个侍奉。不过就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他人生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低谷的这个情况。不过每一次他在最低谷的时候，神就把他拿起来。有一些人说，他在写这个诗歌的时候，他觉得好像跟我们一样，在过去一年，我们好像不可以控制我们周围的环境，不可以控制我们自己怎么样。所以有些人这样子写。当这个作者写这个诗歌的时候，背景他说，明天我可能永远也看不到，因为没有保证。昨天所发生的事已经变回历史了，我没法预测明天，我也没法改变过去，我只有现在。我必须把它当作我最后的一刻，我必须明智的利用这一刻，因为它很快就过去了。
并作为过明天的每一部分都消息了。我必须表现我的同情心，帮助跌倒的人站起来。对没有朋友的，我做他们的朋友，来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我今天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我永远也不能够让它消息。我没法，我失去的朋友也没法去赚回来。我可能再没有机会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我只有今天可以的，就是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祈求。这个就是来形容这个作者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有为主而活。我不借明天的阳光，因明天还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又累，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自我前面的路程。”朋友，当我们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我们可以依靠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永远不变。虽然明天还有新冠这个病毒，虽然明天可能我们还没有请到我们要请的牧师，不过我们知道神还是掌管明天的主。问题就是，不论今天、明天是怎么样的困难，我们不要在我们困难的时候问神啊，神啊，你在哪儿？这个不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我们更重要的问的问题，就是在我们今天、明天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问神啊，我在哪里？神啊，我在哪里？